9蚊一粒燒賣，你冇聽錯，真係9蚊一粒。你以為係食緊金，定係食緊咩名貴食材？唔係喎，就係平時你喺街邊食開嗰種魚肉燒賣，或者係酒樓入面嗰啲普普通通嘅乾蒸燒賣。最近網上瘋傳話有酒樓賣燒賣賣到9蚊粒，仲要美其名曰話好體貼，因為驚你食唔晒，所以可以一粒粒咁賣。我真係聽到都想笑，呢種體貼真係體貼到入心入肺，體貼到想幫你個銀包減下肥啊！你話啦，香港嘅飲食業係咪真係當我哋係水魚咁劏？難怪依家一到週末，成個香港好似空城咁，個個都寧願坐車北上深圳飲茶食飯，都唔想留喺香港俾人攞支槍指住個頭咁消費。講真，喺2026年嘅今日，香港人對生活質素嘅追求已經唔同晒，但係我哋嘅消費體驗反而好似倒退緊咁。你諗下，以前細個嗰陣，即係大約30幾年前，我哋去酒樓飲茶係一種享受，係一家大細嘅家庭聚會。嗰陣時啲點心係師傅即叫即做，熱辣辣，啖啖肉。但依家呢？你入到酒樓，份點心紙上面嘅價錢貴到嚇死人，一籠蝦餃40幾50蚊，得嗰3粒，仲要係皮厚肉死，分分鐘係工廠整好再運嚟香港加熱嘅預製菜。當你發現自己俾緊高級餐廳嘅價錢，但係食緊丁丁嘢嘅質素，你話邊個仲會想留喺度做冤大頭？呢種9蚊一粒燒賣嘅現象，其實只係香港飲食業現狀嘅一個縮影。啲老闆成日話租貴、人工貴、原材料貴，呢啲我哋理解，但係你唔可以將所有成本壓力，仲要加埋你想賺到盡嘅利潤，全部轉嫁晒落消費者身上㗎嘛？我哋係客，唔係提款機。你話體貼客人才可以散賣，咁點解唔見你茶位費體貼啲？點解唔見你個加一服務費體貼啲？有啲酒樓甚至連你開多2張紙巾都要收錢，嗰種算到盡嘅嘴臉，真係令到港人感到寒心。喺2024年到2025年呢2年間，香港出現咗一個好明顯嘅趨勢，就係北上消費潮。點解？係咪因為我哋唔愛香港？絕對唔係，係因為我哋覺得唔值。你諗下，你喺香港一餐午餐隨便都要70、80蚊，仲要食得好趕，坐得好逼，個侍應仲要黑口黑臉，好似你欠咗佢錢咁。但係你只要肯花1個鐘頭車程，過咗個關口，去到深圳或者廣州，同樣嘅價錢，你可以食到一餐非常豐富嘅點心，人哋個場大到可以跑馬，裝修靚到好似宮殿咁。最重要係人哋啲服務真係服務，會笑住口同你打招呼，會主動幫你加水，而唔係好似香港咁，你想搵人加水都要舉手舉到隻手臂。呢種對比真係好強烈。有啲50幾歲嘅老人家，以前最中意朝早去樓下酒樓打躉，依家都寧願組團坐長者2蚊巴士再駁地鐵上去福田口岸飲茶。點解啊？人哋話喺香港飲茶係受氣，上去飲茶係享受。當一個地方嘅飲食業令到連最忠實嘅老顧客都想走，你話個問題係咪真係好大？9蚊一粒燒賣，表面上係賣緊點心，實際上係喺度趕客。我哋再嚟睇下嗰啲所謂嘅好體貼邏輯。酒樓方面可能覺得，哎呀，依家啲人食得少，我分拆嚟賣係幫你慳錢啊。但係佢哋忘記咗一個最基本嘅道理，就係價值對等。一粒燒賣嘅成本有幾多？就算你用埋本地豬肉、新鮮蝦仁，一粒嘅物料成本可能都係1、2蚊。你賣到9蚊，即係毛利高到嚇人。如果你質素真係好到好似米芝蓮級數，我都冇話可說。但偏偏好多時呢啲9蚊燒賣都係平平無奇，甚至係粉多過肉。呢種呃水魚嘅心態，先係最令港人反感嘅地方。香港人唔係冇錢，而係唔想做傻仔。我哋好精明嘅，我哋會計數。當2026年嘅經濟環境仲係咁反覆嘅時候，每一分錢都要使喺刀口位。你喺香港酒樓食一籠燒賣、一籠蝦餃、一碟腸粉，加埋茶位加1，分分鐘要成200蚊。呢200蚊，如果我攞去深圳，
我可以兩個人食到飽一飽，仲有得打包走。你話係你會點選？而且香港酒樓嘅服務質素真係要好好檢討下。唔知由幾時開始，香港嘅服務業好似失去咗嗰種熱情。入到去，你想揾張台都要自己揾，坐低咗叫人寫嘢又要等好耐。如果你想換個乾淨啲嘅碗，個阿姐可能仲會啤住你，好似你揾佢麻煩咁。但係人哋內地嘅連鎖餐飲店，真係將顧客係上帝呢件事做得好徹底。雖然有時你會覺得人哋太過熱情，有啲假，但係起碼你作為消費者，你係感覺到被尊重嘅。喺香港，好多時我哋感覺自己係阻住人收工，再加上香港嘅酒樓依家好多都係連鎖式經營，味道一式一樣，完全冇晒特色。你喺觀塘食到嘅燒賣，同你喺屯門食到嘅，可能係同一個中央工廠出嚟嘅。既然係咁，我點解要喺香港俾日價食工廠科？我想去深圳，人哋仲有好多係現場手工製，師傅喺玻璃窗後面即包即蒸，睇得到嘅新鮮，食得出嘅誠意。呢種對匠心嘅堅持，香港仲剩返幾多？有啲人可能會話，上去飲茶要時間成本啊，車費都係錢。但係要知道，對好多香港人嚟講，去深圳已經變咗一種短途旅行嘅感覺。佢哋唔係單純為咗嗰餐茶，而係為咗嗰種放鬆嘅氛圍。喺香港，所有嘢都好急，所有嘢都好細。去到內地，商場大，公園大，餐廳大，連個洗手間都乾淨過人。呢種空間感嘅落差，係香港呢個擠迫嘅城市俾唔到嘅。所以，當你見到9蚊一粒燒賣嘅新聞，你唔好覺得係一件小事。呢件事反映咗香港餐飲業嘅傲慢同埋脫節。佢哋仲以為自己係以前那個美食天堂，以為自己點定價客人都會埋單。點知時代變啦，消費者嘅選擇多咗好多。如果香港嘅酒樓仲唔醒覺，仲係諗住點樣喺個客身上刮得1蚊得1蚊，咁我可以好肯定咁講，未來會有更多人選擇北上，留喺香港嘅只會係啲連走都冇力走嘅人，或者係啲根本唔在乎錢嘅極少數人。我身邊有一對大約40幾歲嘅夫婦朋友，佢哋以前係每個禮拜都要去酒樓飲茶嘅茶怪，但係自從舊年開始，佢哋基本上已經唔喺香港飲茶啦。佢哋話以前喺香港飲茶係想揾返種情懷，但係依家啲情懷已經被高昂嘅價格同埋惡劣嘅服務磨滅晒。佢哋依家寧願禮拜六朝早一早起身，坐高鐵去廣州，或者坐巴士去深圳，揾間老字號或者網紅店。佢哋話就算計埋車費，個心都舒服啲，因為覺得啲錢使咗出去係有回報嘅，而唔係好似喺香港咁食完一肚氣。你諗下，如果一個城市嘅核心競爭力，即係所謂嘅美食天堂都守唔住，咁香港仲有咩吸引力？9蚊一粒燒賣，看似係增加收入嘅方法，其實係飲止渴。你賺咗呢一粒燒賣嘅錢，但係你輸咗個客嘅信心，輸咗成個品牌嘅口碑。呢種短視嘅經營手法，真係好香港式，亦都好悲哀。我哋成日講要支持本地消費，要撐住香港經濟，但係支持都要有個限度，都要值得支持先得㗎。如果本地商家唔自強，唔諗下點樣提升質素同服務，而係一味靠體貼呢啲歪理嚟加價，咁你叫港人點樣撐得落去？2026年嘅香港唔應該係一個處處陷阱、處處呃水魚嘅地方。我哋需要嘅係合理嘅價格、優質嘅服務，同埋最重要嘅一份對食物嘅尊重。如果你仲喺度諗緊點解依家酒樓生意咁難做，點解成日有餐廳執笠，不如先睇下你自己張點心紙。如果你仲賣緊9蚊一粒燒賣，如果你仲係要收街一旦係冇服務，如果你啲點心仲係叮叮貨，咁你就唔好怪啲客離你而去。因為消費者嘅腳係長喺人哋身上嘅，邊度有性價比，邊度有尊重，人哋就會去邊度。最後，我想同嗰啲仲喺度堅持緊、用心做緊嘅香港小店講聲加油。雖然大環境好難，雖然租金好高，
但係只要你真係用誠意去對待每一粒燒賣，用真心去對待每一個客人，香港人係會感受得到嘅。我哋唔係唔想喺香港消費，我哋只係唔想做水魚。希望喺不久嘅將來，我哋唔使再因為想食一餐好味又合理嘅點心而要山長水路過關。希望香港可以真正揾返嗰個美食天堂嘅美譽，而唔係變成一個9蚊燒賣嘅笑話。講到呢度，我真係覺得好感慨。2026年嘅生活已經夠晒大壓力，如果連飲餐茶、食粒燒賣呢啲咁細微嘅生活樂趣都要被剝削，都要俾人計到盡，咁我哋嘅生活仲有咩意思？大家北上，其實都係一種無聲嘅抗議，係用行動嚟表達對現狀嘅不滿。希望呢種抗議可以令到香港嘅餐飲業者真正反思，揾返初心，唔好再將我哋呢啲土生土長嘅香港人當係水魚咁劏。其實燒賣呢樣嘢本來就係一種好平民、好貼地嘅食物。喺幾十年前嘅大排檔，燒賣係體現師傅手藝嘅嘢，皮要薄，肉要鮮，仲要有陣陣嘅豬油香。依家呢，雖然裝修高級咗，冷氣大咗，但係嗰種人情味同埋對味道嘅執着反而消失咗，取代佢嘅係冷冰冰嘅成本控制同埋利潤極大化。9蚊一粒，賣嘅唔係手藝，而係一種傲慢。我諗返起我20幾歲嗰陣，同班老友去飲夜茶，一籠燒賣先至10幾蚊，有4粒，大家分住食，講下笑，嗰種快樂真係好簡單。依家去飲茶，第一時間係睇下茶位幾多錢，水錢幾多錢，然後再計下邊啲點心最划算。當食飯變成咗一場數學比賽，嗰種樂趣就已經煙消雲散。所以我完全理解點解港人寧願北上。北上唔單止係為咗平，更係為咗揾返嗰種被款待嘅感覺。喺深圳嘅一啲高端酒樓，人哋會現場為你沖茶，會幫你分餸，會細心詢問你對食物嘅意見。喺香港，如果你問多兩句，郭阿姐可能已經轉身走咗去。呢種落差真係唔係單靠愛香港呢3個字就可以填補到嘅。我希望到咗2027年或者2028年，當我哋再談論起香港餐飲嘅時候，唔再係講緊邊度又加價，或者邊度又執咗，而係講緊邊間餐廳嘅食物有驚喜，邊間酒樓嘅服務有進步。要做到呢一點，唔單止要靠政府嘅推動，更重要係靠業界自己嘅覺醒。9蚊一粒燒賣可以係一個結束，亦都可以係一個轉機。如果你肯從呢粒燒賣開始，重新審視自己嘅經營之道。總之，我哋作為消費者，唯一可以做嘅就係用選票，即係我哋銀包入面嘅錢，去選擇值得支持嘅餐廳。如果你覺得9蚊一粒燒賣係體貼，咁你就去幫襯；如果你覺得係呃水魚，咁你咪用行動去話俾佢哋聽，香港人唔係咁好蝦嘅。北上飲茶又好，留港消費都好，最緊要係食得開心，食得物有所值。呢個世界永遠都係優勝劣汰，冇人可以永遠靠住呃字嚟做生意。呢個9蚊燒賣嘅故事，其實亦都反映咗我哋呢代人嘅悲哀。我哋喺呢個城市長大，我哋愛呢個城市嘅一草一木，包括嗰啲充滿煙火氣嘅酒樓。但係當呢啲地方慢慢變成咗我哋消費唔起，或者唔想消費嘅地方，嗰種失落感係好大嘅。我哋北上有時都係一種無奈嘅選擇。如果可以喺樓下就食到好嘢，邊個想舟車勞頓？希望有朝一日，香港嘅酒樓可以重新成為我哋嘅驕傲，唔再有9蚊燒賣呢啲荒謬嘅事，取而代之嘅係價廉物美、充滿人情味嘅點心。到時，我相信港人一定會好樂意留喺度，重新愛上呢種屬於我哋嘅飲茶文化。畢竟，香港人嘅根始終喺呢度，我哋最想見到嘅依然係呢個城市嘅繁榮同美好。但前提係，請先對我哋體貼少少，唔好再當我哋係水魚啦，好嗎？